后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27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同款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而且已经有416个人出院解除隔离。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若准咱国内连续8礼拜拢无本土病例，安尼伫6月7日过后，就当全面解除封锁，而且防疫记者会嘛袂逐工拢开。国内武汉肺炎疫情等候，2日也是无新增加的确诊病例，已经连续44天无本土病例出现，解除隔离人数达到416人。为着要民众顺利恢复正常的生活，规划到6月7日了后，也就是满4个监护期，连续8礼拜无本土个案了后，国内防疫部分会全面解封。在边境风险严管的情况，那以内需的市场，把它冲出来，那振兴把国内这一块振兴做好，所以国内松绑，以这样做一个大的政策的目标。陈时中表示，大规模解封的重点是维持社交距离，也是挂嘴暗会当两个选一个，而且落实接洗手的个人防护措施，配合时命节，各项水上休闲活动都袂阁受到人数规范的限制。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海军潘就咱的调查状况，确认有4波感染，36个确定病例当中，上早发病日子是3月7日，若是男队是伫咧3月12到病流，明显会当看出头一个患者发病是伫咧病流进前，调查嘛发现病毒株较接近东南亚的病毒株。甲进前菲律宾登来台湾的确诊者是真相共。舰队是12号才靠上帛琉嘛，所以他当然不是在帛琉以后才得到。所有的调查、所有的研判讨论以后，应该是现在本土得到感染，然后在舰上发病。从现在我们目前调查的结果的显示啊，并没有说什么了不起的错误。经过疫情指挥中心密切的监测跟追踪，本起群聚事件并没有造成帛琉及台湾社区的波次感染，所以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只是当初实在是因为那个不容易察觉，因为有很多无症状。张尚顺表示，甲法国帝国六号也是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比起来，这个潘就咱军事侵蚀率是较低，而且疫情无传播甲真紧。推测应该是舰队推扫专栏人员挂嘴暗、分配分流食饭、加强环境消毒，还有大日磅体温监测等等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局是今日透早针对南北16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各地拢会落雨，高雄、屏东、台南下4那单位讲上大雨。气象局今日透早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若针对台北市、新北市甲基隆市等13个县市是发布大雨特报。若这座方面，明仔就会离开，影响就会变细。温度方面，因为落雨的关系，所以温度有下降。早暗的低温是23度到25度，高温伫27度到30度。若明仔载方面过去了后，温度会阁加悬。因为南部连续落大雨，代替台南永福路的边高道路基暂放挖空，造成台南的火车帮受影响，单线通车。不过抢修了后，伫昨昏的半暝已经恢复正常。南马空车一直对这个坑内面灌红门头，就算是落大雨，工程人员也是无停。我全部8点半落大雨。哦，要9点收快的。开始一直放安尼啦。连续几多天大雨，日落暗代替的永福路边高道路基规拢挖空去，出现一个5米长、2米宽、深1米半的坑，台南到保安双向拢未通。发现有路基坍孔，那我们马上做立即的抢修，那立即通知台铁，紧急通知台铁就开始就是没有禁止通行。自暗时8点外开始，台南到保安路南上北的列车拢有慢分，公务单位去勘查了汇报，西正线会当时速60公里慢行，所以伫暗时9点半了，西正线速度放慢。南下走西正线啦，它有调度的关系，南下通行。这个路段是代替台南地下化工程的区段，目前正伫咧做电线壁工程。伫咧公务单位抢修了后，日落暗11点49分，代替双向已经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受黄霜雨的影响，高雄落大雨，农业损失超过200万。全部的菜即马拢在起价，大约起2成，其中硬菜起上济。摊
的天气出日头，农民过日啊地的赶紧采收。啊，毋过这应采叶大雨拍过了后，受损真严重，足侪拢无法度去运到市场卖啊。足歹景啦，景无菜啊啦，啊，搁这种歹意。顶礼拜大雨，高雄农业损失超过200万，主管蔬菜专区才得损失18.8万块，整体蔬菜大卖价起差不多要2成。后一届雨搁要来啊，菜搁会搁起。啊，雨要来搁愈死啊！伊原本拍落是甲小可念的，你即马拍愈伊就一直烂去啊。整体的话是以差不多1成左右的涨幅，那叶菜类涨幅比较大，差不多2成左右。根据上新的大卖价，应菜起上悬，1公斤14.8块，已经起到29.6块。第二悬的是小白菜，1公斤起到39.2块。来到传统市场买菜，家庭主妇上有感觉，连原本足俗的高丽菜，拢已经起来。高丽菜以前都很便宜啊，现在都蛮贵的啊。菜价到现在大概已经涨了20-30%了，但这2天如果再下雨下来的话，应该还会再有个30%。传统市场的菜贩麻烦了，这菜价哪个起，民众根本买袂落去，爱种寡别项来小替。另外一方面，种菜的人嘛希望政府会当研究补贴的政策，减少因的损失。记者陈义言、柯正俊、明交馆高雄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558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34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同款无新的病例，依次第441例，香港有1065例，日本是16000多例，南韩超过11000例，美国是超过172万例，俄罗斯超过36万例，巴西超过39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8万例，英国超过26万例，意大利超过23万例。南美洲疫情开始变严重，也毋过散车人无在家隔离的本钱，嘛是爱出门去转食。另外，疫情嘛造成失业率野悬，亲像阿根廷、厄瓜多、智利、墨西哥这国家，拢出现反对封锁，要求政府爱补贴爱纾困的空情。秘鲁是拉丁美洲头一批严格防范新冠病毒的国家之一。3月中就宣布紧急状态，其家令宵禁甲封锁边境，逐项拢做甲到。进前阁宣布延长到6月底，成做全球封锁上解久的国家之一。但是这礼拜，秘鲁的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超过12万人，死亡病例超过3600人，医疗体系超崩，特别支撑袂调，成做拉丁美洲第2重灾区。加拿大伫防疫措施真令的巴西后壁。que ha llegado a un máximo y que ahí está en una meseta irregular。应该做的拢做啊，为什么无法度阻挡疫情？问题就出伫社会经济结构，大量散食人住伫咧会钱钱的社区内底，厝里无冰箱，就爱逐工去买食食，搁爱出门做工课，去银行领救济金，就算有挂喙암，嘛真歹保持社交距离。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嘛伫拉丁美洲造成真侪街头抗争甲冲突。阿根廷的民众不满政府，甲3月20生效的居家隔离限制延长到6月初7，所以就街仔路抗议，要求总统亚伯托·费南德兹落台，因为因需要经解封才会当去趁钱。Necesitamos trabajar, necesitamos volver a nuestros trabajos y es un derecho。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抗议民众是不满长期的封锁秩序生活过袂落去，佮封列做重三阶级，无法度收到政府的福利补贴，真生气就街仔路抗议。迄天，总统皮涅拉参观新落成的野战病院，表示医疗资源咧要紧绷，爱赶紧去搁较济。厄瓜多的民众是不满政府因为疫情甲石油的价格跌落，国库收入减80亿美金，所以减少公共开支，而且缩减燃油补贴政策。因伫首都市中心小莲娜，甲镇暴警察歹面相看。墨西哥的经济伫疫情爆发之前就咧衰退。总统欧布拉多预估讲，新冠病毒恐惊互全国损失100万的工作机会。当地90个医护人员预估10路表示不满，要求爱互因充足的防护装备，因无爱冒生命危险做工课。若是伫南美洲内陆的玻利维亚，死亡的病例是日头增加。散这的贝尼州亚马逊地区疫情上界严重，当地一困头就出现几落百个新的十字架。业者加班乌蹦地嘛袂付处理遗体，家属毋若悲伤嘛真心痛。记者综合报道。
再家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全球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50万例，有34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是警告讲，虽然有的国家看起来疫情已经控制掉了，也毋过若准伤紧放任防疫措施，安尼年底疫情可能阁会压起来。来看自由时报，6月初6罢免韩国瑜的投票剩无10天，警政署长陈家钦伊是表示讲，伊有听到乌道的要去投票所监票，互民众唔敢去投票。刑事局有掌握证据，会出动警察，袂互乌道的去影响选举。来看中国时报。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劳保基金已经了757亿，按算会伫2026年破产。就算讲有通过劳保的年金改革这个方案，安尼嘛是延后2档破产尔。所以劳动部长柯明春伊是表示讲，政府会去面对，而且会找出办法。6月底5日这个连续假期，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已经同意代替高铁卖自由座。若国道的部分，高公局是按算讲，高速公路的车流量会比旧日过年的车也搁较济。若高速公路的休困站，同款要求爱挂喙安、泵体温、消毒双手。进入服务区记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防疫机器人伫国道服务区的商场来回宣导，因应国道伫5日这连续假期可能会有大量的车流，服务区会维持现有的防疫措施。进入室内商场，民众爱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若是要食物件，必须加有安隔板加梅花座。那目前像人潮是正常，我们就会调整的绿灯。那当警示是人多越多的时候，就是黄灯；那超过的时候就是红灯。那我们有相关配合的措施。高公局第4天的5日这连续假期，实施饭店到5点免收通行费的措施。收假的最后一天，免费的时段阁会延长到早起10点，希望分流车辆，因为国内疫情稳定。估计5日这连假的车流量可能会来到128万车公里，等于是过年的初一。因为之前是受疫情的影响，交量都是属于偏低的一个形态。那这一次开始大概从我们观察到母亲节，还有5.1的劳动连假，那交通量有逐渐的一个回笼。那所以我们预测这一次4天的一个连假，可能交通量还是会恢复成我们一般常见的一个连续假期的一个形态。代替甲高铁的部分，指挥中心证实已经同意交通部的试运计划，原则上同意高铁伫连续假期卖自由座，代替卖客票，但是要有总量管制。端午节的时候，交通部有关于，反正我们就已经同意，就是说，自由座可以来贩卖，然后到那时候应该就是，这饮食，这些会有贩卖饮食，这都没有问题。不过，台湾高铁伫早起已经发布信息，6月20是拜3到6月2到拜1，是5日这试运期间，会加开163班列车，同款维持连假所有车厝对号入座，无自由座。若是代替目前还未发布加班车的信息，会依照指挥中心建议的客票总量管制来进行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巴西已经抢走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不过因的总统波索纳洛无注重防疫及防控，引起批评。那美国即阵已经宣布讲，14天内捌去过巴西的外国人袂使入去美国。喙掩挂伫咧下頦有挂那无挂咧。所来直接甲美国烟枪插入去喙内底，搁甲查某囡仔翕相。巴西的总统波索纳洛自早伫咧首都巴西里亚的街仔路拍走，无要伊防疫规范甲社交距离，去互反对伊的民众话讲，伊是杀手甲笨手。民众会遮尔生气，毋是无原因，因为就伫咧同一天，巴西正做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第2济国家，25通报新增加11000外的确诊，过一日有804个人死亡，超过美国。全国累积374000外例，拢总有23473个人死亡。互 CNN 形容巴西已经进入疫情的黑暗期。也若波索纳洛几啊届的发言是想过看轻疫情的风险，甲病毒比作感冒，讲经济冲击比疫情还佫较严重，甚至甲几啊个采取封城措施的地方首长起冲突。因为疫情严重的关系，美国政府宣布，美东时间2日暗时11:59分开始，禁止14天内捌去巴西的外籍旅客入境。25一批旅客去圣保罗瓜鲁纽斯国际机场，想要赶伫禁令实施进前坐着回รง机。Então, eu estava planejando já vir no começo já ir no começo do summer. Porém, com a notícia do decreto, então deu uma antecipada. Então, foi um pouco difícil comprar passagem. Mas aí eu consegui para hoje. 虽然巴西正做全球疫区上新的热点，不过伫咧第2大的城市里约，也是有真侪民众无咧信道，认为疫情的情形并无遮尔歹。
A situação do país é que nós somos 210 milhões de habitantes. Então, o número de mortos e infectados proporcionalmente é pouco aos outros países, como a Itália, a Espanha, que têm populações reduzidas. Também que a nossa situação aqui no Rio não é tão grave como por aí, como aí por fora. Eu acho que o Brasil inteiro não está nessa situação tão grave que estão fazendo a gente ficar aqui. Só isso. 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日本，日本全國嘅緊急狀態已經全部解除，不過喺新內川甲北海道其實也未達到解禁嘅標準，當地民眾真不安。日本人雖講已經恢復正常嘅生活，不過日子也是過甲心驚驚。車站滿滿攏是上班嘅人，日本國內緊急狀態第15全部解除，10到10早嘅上班嘅人都恢復到過去嘅7、8成。ちょっとまだ心配ですよね。一気にこれがまた二次感染に広がらない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を。所管市嘅緊急狀態全部解除，不過實際上新內川甲北海道每10萬人嘅平均感染人數分別是0.62甲0.8，攏無達到0.5嘅解禁標準，讓當地民眾依然有點仔不安。部分企業煩惱疫情會閣爆發，照常維持遠距離嘅工作。早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解除になってもコロナウイルスがゼロになるわけでもない。より慎重に対応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解除緊急狀態地方政府開始階段性放零限制，溫泉動物園、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設施重新開放，百貨公司、超市恢復營業，餐飲業是分館區慢慢開放，各種島啊分隔社交距離，就連巴士觀光業者也步行消毒、設備安檢，渴望迎接旅客。對解禁了後經濟各行各業攏有期待甲不安。まともにバスに乗ったの1ヶ月半ぐらいぶりで、やっぱすごいちょっと新鮮な感じで。普段は束になって残ってるって感じですね。今少ないですね、やっぱりね。專家分析，7波疫情重創餐飲甲製造業，就連8千個店攏有85間倒去關店，因為煩惱爆發第7波疫情，真濟學校也為6月開始分班級甲年級恢復到學校上課。為禁止相關防疫用品被不少人士惡意搶買轉賣，政府禁止轉賣消毒用品的新法令，也為26日開始實施，甲3月禁止轉賣催暗的規定同款。違反的人相關處1年徒刑，或者是100萬一票，相當新台幣33萬的罰款。日本政府會喺未來3禮拜觀察解禁狀況，對可能爆發的第7波疫情積極應對。記者綜合報道。再來荷蘭的官方是講，當地出現水貂餵着武漢肺炎，而且水貂佫餵轉去予人的案例，所以荷蘭即馬全國水貂的養殖場要求愛全面體檢。水貂身軀頂的膜是製造貂皮代替的珍貴材料。在荷蘭就155間配屬養殖場，專門佇咧飼水貂。不過在中國嘅當地有2間飼料場傳出水貂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嘅消息。頂禮拜是發生第一件貂傳予人嘅案例。另外，荷蘭嘅農業部證實，如果一位飼貂場嘅工人和水貂去餵着，同一個所在也有另外2個人去餵着，也不過目前無確定這2個人嘅感染源是動物也是水貂。研究人員講，水貂上早是予人類感染新冠病毒，怎麼證實動物也把病毒傳登來予人？附近的居民真擔心。Ja, we kregen 14 dagen geleden een brief van de gemeente dat hier bij onze buurman corona uit was gebroken bij de Netsen. En toen hebben ze hier de wegen afgesloten en er is onderzoek naar gedaan. Maar na een week was dat weer afgelopen en toen hebben ze die weer opengesteld, de weg hier. Maar de mensen hier in de buurt weten eigenlijk nog niet precies wat er aan de hand is, dat moet nog onderzocht worden. 在咧飼貂場發生疫情了，當局就下令做全面體檢，結果在咧4間飼貂場驗出病毒，包括農場內面的鳥身軀頂也發現新冠病毒的抗體。目前當局已經向所有疫情的飼貂場做消毒。荷蘭的農業部長講，疫情自飼貂場向外傳開的風險真細，不過批評講，當局挑戰甲動物甲病毒傳染予人類的風險講甲較無嚴重，要求政府甲有疫情的飼貂場關起來。在最近幾年，動物意識愈來愈懸，飼水貂北野膜真受爭議。
荷兰伫咧疫情发生前就已经立法通过，伫2023年甲饲料场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经济，航空业上界凄惨。各航空业拢要求因的政府爱补贴。德国的政府即卖已经答应讲，要提出90亿的欧元，对汉莎航空进行纾困，互135000个员工继续有头路，补掉工作权。Die Bundesregierung hat heute ein umfangreiches Unterstützungspaket für die Lufthansa auf den Weg gebracht. Insgesamt geht es um 9 Milliarden Euro, die der Fluggesellschaft und ihren 135.000 Beschäftigt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erden, damit die Gesellschaft durch die schwierige Zeit kommt, in der wir uns jetzt alle befinden. 德国政府伫咧8月宣布，甲汉莎航空达成共识，要用90亿欧元的纾困金换汉莎20%的股权，也指派2个人做理监事。安尼是德国政府将会变做汉莎上大股东。若汉莎面临恶意的变故时阵，政府有否决权，会当甲持股的比率提悬到25%外加1股，135000名员工的工作也有保障。德国财政部讲，汉莎伫咧疫情发生前体质正好，血力稳定，所以政府同意斗3工。但汉莎卡无国徛在就甲持股提出卖，差不多是2023年年底进行。验过这项纾困协议，也会经过汉莎航空的董事会、股东甲后面执委会批准。另外，法国汽车大厂雷诺公司伫这边的疫情内面5款车型面临停产的危机，目前团讲想要减少20亿欧元的成本做定租，会甲法国3个厂区关起来。诺里昂的零件厂员工知影消息了，伫咧厂房前封路抗争。Écoutez, la semaine dernière, on a reçu, enfin l'ensemble des salariés ont reçu des messages par des SMS avec le syndicat nous disant qu'on allait certainement qu'on allait certainement fermer, tout bonnement fermer. 其实，伫疫情发生前，雷诺业绩就已经开始变歹。国家进前甲日产的革命出现矛盾，总裁高分被逮捕，造成去年营业额出现10年来第一遍亏损。有雷诺15%股权的法国政府正考虑要摕50亿欧元的贷款来救。雷诺员工也希望政府会当斗3工，互因会当继续有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澳门的企业家大好业人，伫澳门合法开交警的何鸿燊、张贵新，甲食到98岁。真侪媒体就伫香港的永和病院外口，因有名港澳企业家何鸿燊传出贵新的消息。何博士當然係喺香港一向以嚟都係一個舉足輕重，亦都係德高望重，同埋係好愛惜香港人對我哋家庭嘅教育嚟講咧，係好重要嘅一啲人生嘅教誨。葉曬太太甲10月歲查某囝後生攏教會幼稚房大漢查某囝何超瓊向媒體宣布消息，指出伊伫下晡1:05分過身，享耆壽98歲，未來會共同處理後事，毋過相關殯葬儀式也無公開會伫香港或者是澳門舉行。上帝係好公平嘅，只要你勤力發奮，總有個機會輪到你。咁輪到個機會到嘅時候咧，你要識得把。財產超過2條新台標何鴻燊，為文遊開始前後做營建半繳旅遊這產業，佮獨攬澳門較場的經營權，有較旺的豐富。毋過不止商業表現真讚，也佮開真濟錢買全面國寶、豬手、馬手，佮關乎中國，佮擔任過中國全國政協常委，受領導人接見，佮見證中英中葡談判，港澳主權移交，佇港澳的正常地位是真重要。港府也發布新聞公布。對伊的過身表示哀悼。記者綜合報道。前線直接看來關心中共係要殺香港版的國安法，迫害香港的一國兩制，引起國際不滿。美國總統 Trump 已經表示講，按算要對中國採取強硬行動。那後面是要求中國愛尊重香港的自治權。中國通過香港立法會要強推港版國安法，在最近引起香港民眾甲國際社會不滿。美國總統川普在美國時間2日又透過北京發言人表達不滿。He said to me that he's displeased with China's efforts and that it's hard to see how Hong Kong can remain a financial hub if China takes over.
媒体问美国是毋是要调整甲香港的关系，白宫无说明，也无讲川普敢有进一步的行动。后面是伫咧比利时时间2日，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视讯会议了后讲，后面甲日本伫咧中国议题有共同的理念，就是中国爱尊重香港的自治权，后面支持一国两制。We attach a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eservation of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line with the basic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外界谴责的声音无停，中国立法的脚步也无停。2日更加伫咧禁止危害国安的行为条文顶增加活动这2字。香港电台引述北京律师的话讲，活动这2字国家无具体。禁止范围会扩大到组织、团体甲机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香港人支持立法。驻港解放军也强调坚决拥护港版国安法立法。背景也搁贴上向解放军顶甲示威者的演练画面。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拍算硬要杀香港版的国安法，咱的立法院调解立委嘛按说要修改港澳条例第18条来应变，放任香港人、澳门人来咱台湾的限制。中国强推香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人反弹。在反送中事件了后，可能会再度出现一波移民潮。嘛，因为香港局势不安，总统蔡英文提出停止使用港澳条例的讲法，互国民党批评是咧切割。再去视察宪兵指挥部的蔡英文对此反驳。总统对于协助香港人有什么具体措施吗？我们会完整的说，国民党的讲法是错的。立法院调解各党团也是立委，针对港澳条例第18条已经陆续提案修法，希望让香港人来台湾寻求庇护的时阵，会当有法律的依据。因为政治因素，台湾可以容留被有紧急危害之余的这些像港澳人士来做必要的协助，更进一步的弹性化，然后具体化。希望这个院长可以召集党团协商，大家可以能够研拟出一个共同的声明。然后大家可以来讨论说具体的步骤到底要如何来进行。条例第18条明定，对因为政治因素和安全各有自由受到紧急危害的港澳居民，会当提供必要的协助。时代力量党团的修正版本提到申请的方法定数，会当用难民法的规定。民进党的版本是规定，接到申请了后，由相关的机关召开审查会议。国民党立委陈义信嘛提出版本，排除香港人伫紧急的时阵无经过应准入台湾的处罚。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伫顶一个会议嘛已经提出过，希望会当放松港澳居民来台湾的限制。对立法院各党团积极修法，为香港来台湾的铜锣湾册店的创办人林荣金真期待。修法是应该的，问题是你修法那个重点是不是从一个保护香港人，还是帮助香港人，还是对香港人伸出援手？这个出发点。目前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团的提案，拢已经付为大省，争取伫会议结束进前会当完成初审。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准备提案伫6月中召开临时会，敢会当顺利伫临时会三读通过，佮需要调解有上大的共识。记者郭灿曾志成台北报道。受疫情影响，咱甲俄罗斯的航班即马是停飞，害真侪留学生侨胞无法度转来咱台湾。日本讲好讲要用包机的，毋过讲无成。落尾是透过日本斗3天，互96个咱台湾人先飞去日本，才对日本飞转来台湾。咱外交部嘛向俄罗斯甲日本说道谢。旅客陆续对空桥行出来，接受体温的检测。滞留伫俄罗斯的留学生侨胞94个人，加上2个50个配偶，拢总96个人。要暗仔坐一航到桃园机场，落飞机了后量体温，而且照防疫人员的指示，填入境健康声明书，玻璃墙顶悬会当看到欢迎转来的字。外面的路人其实就听政府的话，可是也不是说真的很多人都有戴口罩啦，有些人也口罩就是戴在鼻子以下之类的，没有很确实做到。为着避免出现防疫的空隙，旅客去过所在，桃园机场进行清洁消毒，做甲真认真。因为疫情的冲击，俄罗斯国际航班继续停飞，致使袂少台湾人滞留伫俄罗斯。原本希望透过包机转来台湾，驻俄罗斯代表处捌问过南韩的航空公司，却因为机位不足去互拒绝。过程是真辛苦。好佳在驻机的代表处问过日本，知影日俄有提交包机，而且愿意替台湾保留机位。日本的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这是日本、台湾、俄羅斯在疫情期間三方合作的好案例。台湾がより同社に対して現地の台湾の方々も同便に追加的に搭乗できないかという打診がありました。
このことを受けて実現をしたのであります。成田空港での台湾の方々の乗り継ぎなどが円滑に行われるよう関係機関が必要な支援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承知しています。外交部，我们在这边特别的感谢俄罗斯政府，我们也感谢日本政府以及相关的单位，也特别谢谢日本航空公司日航，他们提供给我方的各项的一个协助。日本包机日透早对俄罗斯出发，下晡到东京成田机场单转机，驻日的代表谢中庭到场迎接国人，除了表达关心，伊嘛表示困难的时阵互相帮助才是真朋友。对日本甲俄罗斯的协作，外交部表示感谢。若是根据疫情指挥中心做出的决议，96个乘客入境了后，拢要接受集中检疫。记者综合报道。提过金钟奖金马奖项叫做三金影帝演员吴冰峰，25半暝啊，因为脑中风伫厝内过身，食到50无过。伊的表演受肯定，伊嘛是一个爱台语、疼惜文化、关心社会的人，雄雄过身，互人真唔甘。去年才伫咧金钟奖得到迷你剧最佳男主角的演员吴冰峰，25透早起发现伫咧厝内过身，享年55岁。伊的遗体日后送去邦桥殡仪馆烧验，家属来现场处理后事，拢真悲伤。甲伊交情超过30档的好朋友王英如嘛来现场。然后可胖哥他是脑中风导致那个在25号凌晨的时候昏迷走掉的。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2017年伫咧叫我两乐团龙珠回头的 MV 内底，吴冰峰拼演技，佮开喙来唱歌，互人印象真深。而且23，伊则伫咧人面册发文分享地火球的生活代志，佮甲网友互动。即马雄雄传出死去的消息，真侪影迷拢来伊的人面册甲 MV 影片下骹留为爱豆，好朋友嘛拢真唔甘。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都去回想他美好的一切，然后告诉他是非常非常棒的人。拄剧场出身的吴冰峰，下届电影戏剧界演啥先生。2008年，伊伫咧公司人生剧场无眠的演技，演出จิตใจ如钢的角色。头一届摕到金钟迷你剧最佳男主角，出来伫咧电影佮演出代表作。干天干地干命运干社会，你也毋是阮老爸，你甲我管啊济。伫咧电影《胡傲7日》内底演西讲出即个有道具佮真有气口的台词，留下经典。伊当年嘛摕到金马奖最佳男配角，隔当年佮伊归途摕到台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你有一粒真大粒的石头在心肝。去年吴冰峰伫咧戏剧第一响情内底演客停车司机，表达出小主仔为着食清，甲家庭疏远的矛盾甲冲突，得到第54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的影帝，真侪届得奖嘛，互伊得到3金影帝的封号。除了演技真好，吴冰峰的台语真流利，互大家印象真深，而且佫会晓创作台文诗。但是，迄内底足侪台词是我家己改的，包括迄首诗，包括迄首诗，干天干地迄首诗。吴冰峰伫咧台湾本土文化拍拼，嘛长期关心社会议题。伊捌伫咧颁奖典礼面顶公开声援反核的议题。有艺术家姓地吴冰峰，头起先是拄剧团开始伊的表演之路，一演就超过20档。若是今年伊才演金鸡演下大戏《河中戏台》，还有公司戏剧《大济时代》，都已经参加定妆。毋过即马说永远袂阁出现，对人生的舞台来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吴冰峰其实是外省囡仔，毋过伊真喜记台语，台语嘛讲甲写叫。伊讲伊对台语的认同是自细汉就定囡仔。伊毋但是表演者，嘛是艺术家，而且嘛写台语诗，而且嘛参加台语戏剧的后辈，传承本土文化的精神。即马这个精神永远留伫观众的心目中。所以我听到台语是敢听到教伊的音乐共款。是这种的感觉，唔是意识形态的物件。用台语写诗、写在地的故事，这是吴冰峰的创作。1992年的时，去红刊伫咧《自立早报》，吴冰峰互人叫做是3金影帝。毋过伫伊演员的身份背后，伊也家己用台语写作。吴冰峰虽然出世伫咧外省的家庭，毋过自做囡仔时，伊就住伫咧三中埔，身躯边的人拢讲台语。就算讲经历过讲国语运动，不过伊对台语的认同，敢若足早就定囡仔。外省的同学请举手。啊，我记阮迄班敢若有7、8个啦，小学的时阵。啊，我都唔知我要举手无，你知道？我拢讲台语呢，我拢甲迄只你讲的本省人拢共款，我拢甲因斗阵，我拢讲台语呢。
啊，不过阮后辈是38年来啊，我到底是要举手还无爱举手？啊，尾我就想无撤销你啊，无爱插你，我就无举手啊。带吴冰峰加入境界人生，舞台剧会使讲是伊累积戏剧养分上介重要的头一步。伊的老朋友金基演社的创办人王英如也说出伊对吴冰峰的钦佩。伊就是出心要来做影帝的款啦，可能是安尼啦，因为伊伫舞台顶伊是会发光发亮的人。吼啊，伊的认真，所以伫咧咱的影视的面顶，也有一个真好的成绩啊。弄着人就是出代志啊！啉酒开车弄着人出代志。吴冰峰也鼓励少年演员用台语演戏，佮行卡教亲身指导少年演员演戏的眉眉角角。伊也就公司台语台节目录影，分享伊精彩的演艺人生。吴冰峰创作的形影，也佮有对台语和本土的热爱，这个精神拢会伫咧济济的戏剧内底永远留存。记者洪敏珍整理报道。来关心由公司主办2020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今年的主题是理解加包容，希望网络的时代，互无共款的世代，立场无共款的人，会使对话加交流。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改用伫线顶放送，互观众伫厝内就当免钱看好片。Sophie will be back tomorrow. Then school started again. But Sophie didn't come back. 开学啊！费奇的好朋友 Sophie 无返来上课，费奇替 Sophie 照顾伊的狗啊，但这只狗啊，即阵无主人是要安怎咧 What about Sputnik, Dad? In a few years, Sophie will probably be allowed to come to the GDR again. In a few years? 为着甲狗啊幸福 Sophie， 费奇展开真惊险的旅程，全意外见证一个真重大的历史。5月25日开始，大人小朋友拢会使踮厝免费看公共电视所主办的2020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也会使做伙欣赏开幕影片。再见的迄一天，和费奇做伙找找 Sophie 的人影。那今年的确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移到线上，大家只要上公视家的影音平台，然后注册免费的加入会员，就可以收看所有的影片。2年一摆的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今年因为疫情，头一摆改做伫咧线顶播送，有超过100台的影片，要伫咧公司 Plus 的网站分2批来播送。对5月25到6月14，会使免费伫咧线顶看头一批影片，伫咧第2批会伫咧7月15全部放伫咧网络顶头。囡仔兄囡仔姐休热就免惊会无聊。那今年的主题是理解甲包容，和网络世界也有关系。网络时代讯息非常的混乱，然后大家在面对这么多讯息的时候，往往在彼此倾听的时候都失去了一点耐性。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年影片的主题呢，可以提醒大家去思考这个面向。Google。虽然这摆影展改做是线顶举办，无法度入去电影院，也无做灯会。不过主办单位特别规划学习单，要互囡仔在咧看煞电影了后，会使把家己的想法写落来，也鼓励爸爸妈妈和小朋友斗阵翕生活的影片，参加比赛也抽奖。看精彩影片，也会使伫咧厝做防疫，也互爸爸妈妈甲囡仔感情愈来愈拔。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即马国内疫情稳定啊，所以各县市嘛开始要拼经济、拼观光。那卫福部长陈时中带团去垦丁行较高的所在，拢引起轰动，所以即马各县市的首长嘛相继要邀请陈时中去佚佗。新北 OK 啦！呼应中央的防疫新生活运动，新北市推动 OK 旅游，结合当地业者第一波68条小旅行路线，欢迎各县市的毕业旅行到新北市。嘛，因为甲金门互惠旅游引起袂少县市有兴趣，拢来讲合作。对各县市拢咧抢的卫福部长陈时中，郝宇再度表示真欢迎。新北市欢迎任何人，只要能够到新北市带动观光经济，我们都热忱的邀约。所以欢迎任何人到新北市来走走。陈市长带队到垦丁2天1夜，适合防疫旅游，成功带动民调，嘛互赶要振兴地方经济县市首长展开积极邀约。桃园市长郑文灿讲，这个拜5陈市长会到桃园参加活动，到时阵伊会主动邀请。打算邀请他到永安渔港，来体验我们客庄的旅游。那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在地经济更多的鼓励。那我是非常欢迎他来到桃园，不过具体的行程还没安排好，那我会主动提出邀请。台北到宜兰只要50分钟就到了哈。
所以呢，咱只希望伊会当来咱的宜兰县，咱来甲邀请。啊，咱最少就先尊重咱的部长，看伊希望要去倒遐，伊若希望要去倒遐，咱就先甲伊带去倒遐吼。敢会有时间全台湾走透透，但是中共交务部了去联络，重新提出邀请台南市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礼拜应该去台南，伫拜六开完疫情记者会了后，应该落南。比较肯定模式，礼拜的疫情记者会搁伫台南举办。记者综合报道。那马祖是上靠近中国的所在，毋过即摆防疫拢无破功。台大公卫学院专工邀请本身嘛是公共卫生背景的馆长刘正英，透过视讯甲大家分享外岛防疫经验，嘛宣传马祖的观光。马祖伫咧台湾甲中国福建之间有4个乡5个岛，超有1万个住民。到马祖小三通到对岸，仅需要25分钟，是上靠近中国的离岛，嘛是台湾武汉肺炎防疫的上前线。好加在连江县政府伫咧2月初就开始对小三通做边境的管制，嘛暂时禁止渔船去中国，所以连江县到今也是维持无人确诊。透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同意啊，我们先减班，然后到2月10号正式的小三通停止。连江县县长刘正英表示，除了境外预防，对内嘛是提早部署，包括医疗医所设发烧体检站分流患者，准备符合隔离病房来收疑似病例，嘛伫咧部队设集中检疫所，佮利用当地酒厂生产95%酒精来做防疫物资，予当地居民使用。我们酒厂生产哦，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白酒马祖高粱酒啊，但是那时候我们也立即啊，就是生产啊。95%的酒精哦，供应每一个家户啊。受到台大公卫学院的邀请，有公卫背景的连江县县长刘正英，26早起头一届透过视讯的方式，甲外界分享过去100天离岛的防疫经验。刘正英表示，两岸小三通当时会当开放，需要考虑两岸的关系，中国的疫情敢是转好。边境体检敢是完整等等的因素，即马马祖积极伫推送国内防疫旅游，希望会当增强观光产业。若是台大公卫学院嘛呼吁中央，离岛地区真需要观光外部，希望疫情转好的时阵，思考要安怎互台湾边境会当更较开放一寡。记者综合报道。相关消息来更新，咱政府已经宣布讲，翠暗按算对6月份开始解禁，工厂会使外销，所以即阵已经有翠暗工厂引到袂少国外订单。啊，毋过国内有乡亲是较烦恼讲，翠暗若解禁，绩效敢袂加悬。翠暗生产线继续咧运转，台湾的疫情转好，翠暗禁令嘛预计伫6月初一解除。厂商最近嘛接到袂少询问的电话。我们现在没有提供预购口罩的服务哦。除了民众打电话来问，嘛有袂少国外的订单等咧解禁，重新开始外销。中华已经有厂商接到大单，美国有业者就一边订2亿片。另外，日本、欧洲、香港拢有数千万片的订单。但是，不管是外销也是国内买卖，相关的实施细节，嘛是要经过政府甲厂商协调了后，才来做最后的确认。这些海外市场，他们接受了很多的口罩，但是那个品质良莠不齐啊，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我们台湾能够赶快有口罩可以出国供应他们。台湾的翠暗行向世界，若是国内部分，嘛会当伫定量定用的条件之下，恢复自由买卖，嘛甲市民侪做伙实行。即马伫药局嘛已经无看到亲像进前迄种排队的情形，大人甲囡仔的翠暗拢也各有准货。毋过民众烦恼恢复了后，翠暗的绩效会有变动。口罩应该有好多个厂商在生产，那每个厂商生产的那个都不太一样，我们不晓得。我是希望政府能够统一这个售价啦。疫情的时期销售的那个量跟平常差很多嘛，所以应该是不会卖不掉。药局的药师指出，即马国内疫情相对较稳定，是药师嘛针对逐工的量进行机动调度。未来翠暗开放买卖了后，应该袂有到销袂出去的情形，但是绩效嘛是决定市场的需求，建议要定出合理的绩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变化有较大，若禽流感的疫情是一直拢有。云林的保中乡有一搭饲鸡场，互验出 H5N5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2400只鸡仔拢互杀掉。云林保中乡的这个土鸡场，防疫所的人员当伫咧杀这个鸡，因为从这个月19开始，这个鸡小连续出现各样的情形，转来死亡。2天以来，已经死差不多700只，因赶紧通报防疫所，而是确诊是 H5N5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这个厂的这个研判，它
患病的这个情形呢，应该是属于第2次入处的时候有外来的这个车辆入侵入侵场内，然后续主可能也没有做好一个比较好的防范措施，然后让这个病源进入到这个厂区。防疫所表示，这间饲鸡场伫咧2月已经甲24000只的鸡杀了啊。因为最近拄着猛整雨的季节，天气变化较大，较会影响到鸡仔的健康。到目前为止，今年全国确诊禽流感的饲鸡场拢总38例，也若婚姻关目前是占超过一半。本县从年初到目前来讲的话，一共有扑杀24场的这个阳性场，那么总扑杀的禽只来到26万3000只左右。天气的状况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诱因。它可能会让这个禽只有更大的紧迫性，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有病源的入侵。婚林动植物防疫所表示，饲鸡的业者平常时消毒的工作都要做好，而且要避免野鸟甲鸡仔做伙食饲料，嘛要加强出入饲鸡场的人甲车的管制等等的措施，才会当降低禽流感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受西南气流的影响，用来饲蚵仔、蚵仔饼，也有渔业得用的玻璃拢互海涌冲起来岸边。伫台南市昆新到黄金海岸大约4公里长的海岸线，即马全部拢是这的粪扫。起用合作台南黄金海岸的海沙布，即马看到的，煞是规片烂去的布地链，甲人埋地的玻璃拢，也有饮料的罐啊。另外，也有压甲规涂骹歹去的蚵仔饼。互保有人士更较烦恼的是，这个乌色的主编气发泡材，也就是 EPP。政府现在在推说要取代保丽龙的 EPP 发泡，这种黑色的，在海边我们也都开始捡到了所以实际上它并没有解决发泡塑胶的问题，反而是制造了另外一个黑色的魔鬼。连续几啊天的大雨，这个废弃物为溪仔流到大海去，搁互冲倒去海沙埔，为台南市的市昆新到黄金海岸。拢总4公里长的海岸线是挖到几大位？台南市环保局的人员估计，这个粪扫恐惊要1礼拜的时间才清得了。绵延的长度目前估计应该有3到4公里左右。那前面这一段是比较多是科架，后面尾端那一段比较多的是藻类。附近的民众表示，便若4月份到7月份。海岸线出现真侪废弃物的情形是真接发生，前几天还未清进前，若是烫车脚行咧顶悬，无细日就会擦到伤。好脏，都是那个科架废弃的科架，而且很危险，因为我们来都打赤脚嘛，它那个竹片啊，有的时候刚折断很利，怕会刺到脚。即马目睭所看到的，真侪拢是早就已经禁止使用的玻璃龙饮料杯啊，也阁有塑胶罐的饮料，甚至也阁有保龄球，全部拢是防弹现送的粪扫。团团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重视海沙埔粪扫的问题，也若无相关污染的物件，可能会危害到海洋的生态，甚至是咱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家人在地创意团队新滨海，是一个咱国内较罕咧看的艺术共同创作的团队。因带大家去熟悉老渔港的人情味，嘛打造一间无围墙、无制服、无课本，渔港就是教室的学校，甲海边的水、山的水，真正是包山包海拢夹做伙。AM 公司第几代青春咱的梦，招乡亲咱嘛做伙来上课。家人和平岛南边的正滨渔港是西元1934年日本人所起造，嘛是日本时代台湾的第一大港。2017年开始伫遮的升滨山是由台北囡仔林书豪所发起，依照在地的少年家共同创作艺术来激创意。因为我在提这个计划对于公共艺术的想象的时阵，我们是提出新滨山在基隆正滨渔港的一个艺术共创的这个机制，所其提出的是驻村编辑，也就是说，大理接收在的时阵，其实你要去组织掌握在地人、在地的故事、在地的资源，爱去编辑。家人的黄伟迪主要负责行销设计，在正滨渔港边啊开一间旅社。我觉得一个地方要互人看到，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窗户。我要是想讲，我民宿嘟嘟号也当做这类窗口，让外地的人，然后透过这个民宿去看见我们在地人，或是我们这些在地团体所关心的这个渔港的样子。希望讲会当互人有一个通休困甲学习的空间，互来遮朋友有机会通亲近这块土地。
记者罗敏珠、连新伟给人采访报道。世界真心息，若要保持社交距离，买当激创意。有人是用吊车去探望爱用院的亲人，而且嘛有人开发零距离会当小揽的手套。葡萄牙一间长照中心，互家属坐起吊车升悬到隔离家属的病房外口，就算讲有一扇玻璃窗隔开，还阁有一寡距离，毋过总算通见着面。伫咧加拿大有一对翁仔某共心制造一个家己发明的小揽的手笼，用塑胶布料做的手笼，加上大布，搭伫一张透明的防水布顶悬，计共有4个孔，一双手伫顶悬，一双手伫下骹，就通甲亲人透过透明的塑胶篷布隔开，来一个无距离的小揽。We worked on it together. It was very much a team effort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size and the height of the holes. 伫咧印度，这位担任机械工人的爸爸，伫这台家己改装过乌托邦顶悬写武汉肺炎的英语名，坐伫后座的查某囝，甲伊隔开超过1公尺。मेंटेन हो, तब मेरे दिमाग में ये आया है क्योंकि हम एक बाइक को एक्सटेंशन कर सकते हैं. 那德国这间酒吧是互坐伫咧外口的人客，伫一顶有斗收水咧用的铺条的帽仔，亲戚朋友共到享受日头，也通保持社交距离。过来，法国有设计师甲餐厅的座位设计做透明的个人包厢。另外，世界各地拢有出现餐厅的业者，甲假人的马肚放伫咧座位顶悬，当作是人客，互人无机会通坐伤瓦近。伫咧 Florence 有一间大教堂，也已经准备社交距离的警报器。伊是袂记录人的行踪，仅仅是提醒游客甲参拜者之间的距离。È un dispositivo che avverte subito se tu ti avvicini troppo a un'altra persona, quindi non sarà questione di andare un po' alla meglio. 即阵全世界疫情当咧转好，各国也渐渐放任一寡界限，而且各行各业的业者也发挥创意，互距离毋是问题，也增加真侪趣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香港，生活不足，大多数拢是靠进口的香港。伫疫情爆发了后，即马香港人嘛改变因买物件习惯，拢买香港家己种的作物较济。互资本已经较稀微的香港的农业市场，即马又个变形。嘉靖是香港上济长远的乡村之一，最近做事人是比以前搁较无闲。自从疫情摊开以来，因菜价的生意是愈来愈好，每礼拜2届卖菜活動，利潤是加咗幾廿倍。呢個農墟淨係賣翻我哋農場嘅出產咁樣啦，咁但係因為之前新年開始啦，即係農曆新年開始就肺炎啊嘛，跟住就突然之間咧好多人即係湧過嚟買菜咁樣啦。這個農場的創辦人10年前辭掉佇中方的工課，轉到故鄉招進。一方面愛對抗財團，一方面愛鼓勵無搬走的做事人繼續工作，並且組了團隊向附近學校、餐廳賣到在地菜色，希望講會使恢復囡仔時代農村社區嘅光景。就本身喺嗰段時間咧，就應該有700幾個農戶，一個農戶係以家庭形式去計，咁即係你最少嘅話有1000幾人係耕田嘅，咁你諗個供應量一定係縮得好少，同埋。抑閣佇拍拼當中，煞去拄到新冠病毒疫情摊開，香港出現了搶買物件的情形。因探聽到佇東北方的招進有家己生產、家己賣的菜色加水果。覺得其實原來呢啲地方唔係起晒樓嘅時候咧，咁我哋即係其實係會係改善咗佢哋城市嘅生活質素嘅。因為疫情，招進家己生產的菜色加水果是真受到歡迎。過去傳統農業在地供給模式嘛再度互人關心。不過，若是講疫情過了後，繼續提供平台甲消費者需求連結，香港的農業是毋是講會使進行是無人知影。記者綜合報道。天氣報道在今日咱各地攏會落雨，佇高雄、屏東、台南的但雷公個上大雨，氣象局有針對全台灣16個縣市發布大水雨的特報。若這座方面，明仔載會離開，所以影響就會變細。即陣咱做伙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24度，上懸27度。中部溫度上低是25度，上懸有30度；南部溫度上低24度，上懸30度；東部溫度上低24度，上懸29度；
热岛是22度到28度。来更新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头拄看一个负责人，甲我讲伊这痛，遐痛。我是一位好医生，我当然爱详细甲伊检查一下。咱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妇女病。妇女病汉字写作妇女病。罗马字写作何乌夫罗乌鲁本诶病，妇第7条，女第2条，病第7条。若讲到妇女病，真侪甲月事有关系。月事嘛，常用日语的外来语咩事来表达。第一摆去看妇科的时，医生拢会问讲月事敢有正常？若是少女，会问头一摆是当时来；若是年岁较大的，就会问讲当时煞紧。真侪查某囡仔月事来的时，拢会腹肚痛。这个时阵，咱会使滚一寡红豆汤来啉，也是摕雾烧包来捂好烧，拢会当减轻月事来的无爽快。查某囡仔平常时为着保护。生本就会有一寡清清、差不多无色无味的分泌，这是正常的。若是感染着，有时搁有无好闻的味，叫做呕味。这种症头叫做白带，嘛有人讲是白带。若要预防妇女病，尤其是一寡较严重的病症，亲像子宫喙癌。平常时咱就爱定期检查子宫、生管、子宫喙这寡部位。政府提供30岁以上的女性免费的子宫喙抹片检查，医生会用抹片、卫生镜、超音波这个方式检查，规个检查的过程只要6分钟。若有问题，会进行更较详细的检查，只要量早处理，大部分的病拢会较好治疗。例如妇女病、月事、绝经、子宫、生管、白带、子宫喙癌、抹片。虽然咱今仔日主要咧讲妇女病，不过无论查甫，拢会记你定期做身体检查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